政治大学因为学生囡仔宿舍面床无够，所以这学期因甲华南新村的宿舍改做学生的临时宿舍。22栋2层楼悬的厝，有4人房、5人房，一户会当住8人至10个人。若平均一个人一个月，这细厝的租金才2500尔，是真俗，也毋过是真恶抽。这个宿舍真特别，是查甫男做伙住，这嘛是咱国内大学的头一例。红砖壁环境清幽，平常人无济。这是正大的华南新村宿舍，过去提供予学校教职员使用，也毋过因为原本有1200个床位的总建华社，却因为这份兴建案用地交予财运局，所以这几栋古典的老宿舍征收了后，都变成学生的中介宿舍。之前有朋友去申请，但是因为我就是比较早找到外面的房子，所以后来就没有这样。但我周遭好像蛮多人去申请。他本来是在基隆啊，或是南部来台北的话，那这里有多住的地方是相对比较好的事情。这22栋相并式2层楼房，有2种房型，4房型大约32平，每栋住8个人，每户月租金2万；5房型大约36平，每栋会当住10个人，每户月租金2万5，等于是一个人一个月租金2500。当初开放37组申请，因为租金俗，中签率无够6成，加上有同学家己找室友，同齐承租，开放男女人咧住，也创下国内大学先例。也曾经想过说要把这个就是设置中心，然后改成这个宿舍。可是就是说都是其实是蛮麻烦的，应该对学生有一些信任。就说不要什么事情都把他们想成说是不好的，因为他们又不是幼稚园小孩。正大教师认为，各栋由学生自治管理，加上拢是大人啊，应该予伊一定的信任。那根据了解，正大会伫校内兴建新宿舍，预计上紧2026年完工了后，会当提供1800个床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